回来了啊！本来山峰老师要送我回来的，我算了一下要50分钟，但是打车就只需要30分钟，我就自己回来了，可以早点见到你。我想你了。我也想你。不过我觉得有件事儿应该先告诉你。让我抱一会儿。这么多人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不是你说的要先抱我一会儿。太丢人了。好了好了，尽量不说。不想，尽量不想。嗨。老婆，其实我想跟你说，想你了啦。哎呦，我想打你了！所以我亲师兄真的和丛日在谈恋爱。哎，不是说聚了吗？这个死忠贞，什么破三手消息啊？我来之前，他就跟我说你什么都不用带，就带着嘴来就行，有东西喂我。来了之后我才发现，就摁着头呱唧呱唧吃狗粮。你怎么才来啊？表姐，你也在啊？你脸怎么这么红？热。我大人呢？进厨房了。你怎么了？一脸不开心。今天我主刀，心情不好失误嘛，患者死在手术台上。你都还没毕业，怎么能主刀？你们医院和学校都不管的吗？管啊，所以我解剖课得了0分。喏，这就是我的患者，正宗田园走地鸡。表姐，我问你件事儿。说。你成天捉老大家对门，他谈恋爱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事儿我还真知道。怎么了？我和他女朋友犯冲。哦，是吗？自从有了他，我在老大心里的分量一落千丈，日子再也没好过。东真，到。你老大叫你呢，快去吧，别磨磨唧唧的。早点回，你就累呀。等一下，我要是没出来的话，麻烦帮我念往生咒。你怎么了？你脖子不舒服啊？哦，没有，就是有点凉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拿钟针带来的鸡，给大家做解剖演示。先从骨骼软组织处切入，沿骨缝剥离，避开肾脏，找到腰椎第5节。哎，你们都知道腰椎第5节在哪儿吧？知道。这。好，你们看啊。这鸡有脂肪肝，你们都摸吗？钟针，你往哪儿摸呢？老大，我现在给你跪下，你能不能给我个活口啊？你把这只鸡给我剔干净，不要留残渣，我煲汤用。老大说从哪儿开始剔？可以。哎，戚师兄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哦，我来问问你们主食吃什么？啊，主食呀，主食咱们就吃米饭行吗？行，要吃娃娃菜还是油白菜？都行。那饭后的甜点还是炒酸奶？半天你说这么多，你这是来问问我们吗？就是，眼神都没从某处移开过。哎，脱粉不回踩已经是我最大的诚意了啊！去做饭。去！哇，你看他俩，继续玩吧，继续玩吧！来，到你了，跟继续。